喺一個已經遺忘真神嘅世代，為神而活。J. Vernon McGee 博士著由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發行及出版。書中所引用嘅聖經經文全部出自新斯科菲爾德參考聖經。呢本著作喺1988年首次發行，並有英文精裝版，版權屬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2006年所有。呢本小冊子可以簡單啲改個名叫到底今日嘅教會出咗咩問題？因為我哋知道呢個稱呼耶穌基督名號嘅團體，有啲事仲係做啱嘅，但有啲事就真係大有問題，衰到不得了。不過真正令到人質疑嘅係，當有啲教會或者聖職人員走晒樣，佢哋到底係咪真係識得同埋跟隨緊真正嘅耶穌基督？如果唔係，佢哋就係背道。麥基博士喺呢本小冊子入面多次用到背道呢個詞，簡單嚟講，即係指嗰啲偏離咗信心嘅人，佢哋忘記咗神，佢哋可能搞緊各種宗教事務，但佢哋根本唔係喺度敬拜緊神。佢哋甚至自稱係基督徒，但其實根本唔認識耶穌基督係佢哋嘅主同救主。既然我哋知道呢個詞代表咩意思，就不如深入探討一下，同麥基博士一齊了解呢啲背道離經嘅含義。佢會帶我哋回顧教會係點樣演變成今日呢個地步，隨後再引用猶大書入面7個針對當今世代嘅教導，教我哋呢班身處末世嘅神子民應該點樣為神而活。今日嘅教會正處於一個非常悲哀嘅狀態，最令人震驚嘅係，教會似乎對此安於現狀。我哋選擇順其自然，接受咗呢種可悲嘅處境。今日教會入面大部分人都覺得對此無能為力。我嘅朋友啊，呢種態度就係背道啦。喺我哋深入探討之前，我想同大家釐清一啲定義，以免我哋喺令人眼花亂嘅神學名詞迷宮入面迷失方向。喺我哋採取行動之前，必須要確切了解到底咩係背道。聖靈明講，喺後來嘅日子，一定會有人離棄真道，去聽嗰啲誘惑人嘅邪靈同鬼魔嘅道理。提摩太前書4章1節，呢段經文開頭有個好細嘅希臘字，喺英皇欽定版 KJV 譯本度譯做現在，但係譯做然而會好啲，因為佢係想表達同緊接喺前面關於早期信徒教義嗰段經文形成對比。敬虔嘅奧秘真係好大啊！無人不以為然，就係神喺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睇見，被傳俾外邦人，被世人信服，被接去榮耀入面。提摩太前書3章16節，提摩太前書4章1節入面嗰個後來的時候，係一個技術性嘅用語。你會發現聖經入面仲有其他類似嘅字眼，好似末後嘅日子、末世、末時或者末期咁。聖經從來都冇用過時間終止呢類字眼，因為世界係唔會終止嘅。雖然喺英皇欽定版同埋中文和合本譯本入面有出現過世界嘅末了呢類講法，但譯做世代嘅末了會更加貼切。冇錯，我知道聖經有提到將會有新天新地，但呢樣嘢唔代表我哋要令世界消失。世界係會喺永恆入面被保存落嚟嘅。所以喺神眼中係冇時間終止或者世界終結呢回事，但係末後嘅日子、末世、末時或者末期呢啲概念就係有嘅。當你喺聖經讀到呢類字眼嗰陣，你要小心分辨佢係指緊乜嘢，因為佢可以係指以色列國，又或者係指教會，好似創世記49章1節咁。嗰段關於以色列選民嘅日後，係指緊主耶穌喺橄欖山講道嗰陣所標明一個技術上非常明確嘅大災難時期。至於使徒保羅喺提摩太前書寫俾年輕傳道人提摩太嗰陣所用嘅後來嘅時候，就係指緊教會喺末後嘅日子，即係教會被提之前嗰段時間。呢個就係教會喺塵世生涯結束嗰陣嘅情形。聖靈明講，喺後來嘅日子，一定會有人離棄真道。換句話講，聖靈係咁同我哋強調，
喺末世會有啲人離開真道，唔再信落去。離棄真道呢句說話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離棄呢個詞係嚟自希臘文 aphistemi， 係由介詞阿布，意思係遠離，同埋 histemi， 意思係企起身組成。用我哋嘅話嚟講，背道就係指離棄自己原本企開嘅地方，背棄立場。呢樣嘢代表你曾經有段時間係承認某啲嘢，但去到另一個時間，你竟然否認返自己曾經承認過嘅嘢。韋氏詞典一向對詞語嘅定義都好精準。佢話背道係指一個人放棄咗自己曾經自願承認嘅嘢，徹底放棄咗信仰原則，放棄咗曾經自願承認嘅嘢。主耶穌基督喺撒種嘅比喻入面都講過呢類情況。講到嗰啲跌落磐石上面嘅種子，佢係咁樣講嘅：嗰啲喺磐石上面嘅，即係人聽咗道，好歡喜咁領受，但係心入面無根，只係暫時信住先，等到遇見考驗嗰陣就退後咗。路加福音8章13節，呢個退後嘅原文係希臘文 aphistemi， 即係佢哋背叛咗真道。佢哋曾經自稱係信徒，跟住就遠離咗自己所信嘅嘢。佢哋已經唔再信啦，佢哋已經離開咗耶穌基督嘅信仰。背道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喺嗰啲未聽過福音嘅群體入面。所謂背道者，係指嗰個人唔單止聽過福音，仲自稱信主，之後卻離棄咗佢所聲稱相信嘅嘢，呢個先至叫背道。背道呢個詞亦都出現喺聖經嘅希伯來書入面。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希伯來書3章12節，呢個就係指喺信徒中間一啲原本自稱信主，後來卻離棄唔再信嘅人。佢哋係從原本相信嘅地步離開咗。我聽過好多次，連傳道人入面都有呢類人。今日喺教會事工入面，有成千上萬嘅聖職人員，佢哋全部都係一班失意嘅人。咁樣講，我以前話自己信㗎，但而家我已經唔再信呢樣嘢啦。我想舉個例子，呢件事應該令我哋謙卑咁喺父神面前俯首，去尋求佢嘅幫助。聖經話我哋總要自己省察有冇信心。哥林多後書13章5節，而屬神嘅人喺呢個末世，更加應該好好檢討下自己同基督耶穌嘅關係。你可能會覺得好驚訝，原來寫咗《資本論》作為共產主義同世界革命理論基礎嘅卡爾馬克思，其實係喺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嘅。佢老豆係正統猶太教拉比嘅後代。喺小馬克思得6歲嗰陣，佢成家人就受洗成為咗基督徒。1835年，17歲嘅馬克思寫咗一篇關於信徒喺基督入面聯合嘅神學文章。佢引用咗聖經約翰福音15章1至14節嘅經文嚟描繪呢種聯合嘅起源、本質，仲有佢嘅必要性同埋效果。一個後生仔寫得出呢類題目嘅論文真係好犀利。當時嘅老師都評價話呢篇文好有深度，諗得好周詳，而且為個主題做咗好有力嘅介紹。就係呢個人奠定咗無神論國度嘅意識形態。佢係一個背道者。佢曾經自稱相信某啲教義，但有一日佢開始避之則吉，之後就再唔接受以前所信嗰套。喺我人生入面，我識過好多曾經傳揚基督教嘅人，佢哋後尾竟然完全否定咗自己傳過嘅道。佢哋全部都係背道者。神嘅話語一早警告過呢啲事會發生。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佢哋將會離道反教。新約聖經所有作者都提過背道嘅事將會發生。對佢哋嚟講，嗰陣就好似遠方得手掌咁大嘅一小片雲，但嗰堆雲而家已經越聚越密，遮天蔽日。今日你同我都在呢場暴風雨之中，我哋正喺度見證緊教會歷史上最大規模對真道嘅背信棄義。我哋點解會搞成今日咁嘅田地呢？歷史回顧，當教會啱啱喺呢個世界出現嘅時候，佢哋認為自己只不過係寄居者，係步向天家嘅朝聖者。佢哋誠心為主，熱心傳揚使徒喺哥林多前書、
15章1至8節所定義嘅福音。如果教會繼續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咁喺最初嗰500年，福音早就已經傳遍普世啦。不過喺公元313年，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咗基督教，佢隨即頒布咗寬容基督教嘅敕令，又稱米蘭詔令，意味住信徒慘受迫害同追殺嘅日子終於告一段落。由嗰陣開始，教會唔再係一個殉道嘅教會。喺過去2個世紀，先後有接近500萬基督徒為咗耶穌基督而慷慨捐軀，但突然之間，佢哋由死蔭同血腥之中逃出生天，仲發現自己竟然掌握咗權力。奧古斯丁，一位頭腦敏銳嘅初期教父，寫咗《上帝之城》呢本書，帶俾教會一個異象，就係要喺人間建立神嘅國度。其實呢樣嘢正正解釋咗今日嘅羅馬天主教係點樣。佢哋試圖去做教父奧古斯丁所講，教會應該要做嘅事，就係喺地上建立上帝嘅太平天國。但係主耶穌從來都冇打算要屬於佢嘅教會喺地上咁樣行。佢哋嘅使命係傳講上帝嘅話語，同埋帶領人歸信耶穌基督。但係佢哋偏離咗呢個方向。去到19世紀末，隨住大英帝國嘅巨大擴張，極之樂觀嘅諗法同觀念亦都進入咗教會。等我俾2個例子你睇。歐內斯特·納維爾 Ernest Neville 喺佢本書《邪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Evil 入面指出，歐洲文明，佢稱之為基督教文明，正明顯地征服緊全世界。佢嘅勝利只係遲早嘅問題，冇人會懷疑。同樣，賈斯丁·史密斯喺1883年寫道，有人話只要再過25年，如果照而家嘅發展速度繼續落去，印度將會好似今日嘅英倫咁，徹底變做一個基督教國家。中國大陸將會有3000萬人改信基督教，而日本亦會好似現時嘅美國咁，徹底基督教化。嗰啲舊時嘅世界體系，正話緊俾我哋知，佢哋已經俾基督教嘅影響徹底滲透晒。睇嚟呢啲世界體系好快就會有一日，受到猛烈打擊而陷入大崩潰。與此同時，任何針對基督教世界嘅武器，都會喺揸住佢嘅人手中折斷。主神嘅右手已經為佢贏得勝利。呢種講法喺今日聽落去係幾咁荒謬。一條比大峽谷更加深、更加闊嘅鴻溝，已經橫跨咗成個有組織嘅教會，無論係邊個宗派都一樣。呢種破壞係無法解決，亦都無法調和，早就已經走上一條不歸路。教會呢種分歧係始於好多年前，19世紀末期嘅德國。佢嘅起源係所謂嘅高等批判。首先，有格拉夫·韋爾豪森假說 （Graf-Wellhausen Hypothesis） 去攻擊摩西五經、聖經開頭嗰5卷書嘅真確性，質疑摩西係咪真係嗰幾卷書嘅作者。之後，又有鮑爾·圖賓根假說 （Bauer-Tübingen Hypothesis）對新約經卷作出種種攻擊，呢啲就係針對神話語、聖經完整性攻擊嘅開始。同樣喺19世紀，達爾文寫咗《物種起源》，進化論亦被帶入教會，甚至有唔少教內人士將佢視為教義。亦係喺嗰個時期，卡爾·馬克思嘅《資本論》面世。去到20世紀初，正正係呢啲哲學思想令教會出現分化。推廣呢啲觀點嘅名流自豪咁將呢套嘢稱為現代主義。喺佢哋自己眼中，佢哋係激進敢言、前衛、摩登兼有學識嘅知識分子。佢哋將啲唔認同佢哋觀點嘅人標籤做反智主義者。今日現代主義呢個名已經算係過咗時，家陣佢有個更新嘅標籤叫自由派。等我話你知啦，呢個根本就係眾多罪惡嘅代名詞。呢個名號亦都代表咗現今教會入面大眾對各種事物嘅睇法。嗰班一直堅持教會舊有信條，仲要捍衛信仰核心嘅信徒，通常被稱為基要派。喺以前嘅教會，呢個係一個好光榮、好自豪嘅稱號。
曾經有好多傑出嘅神學家同埋品格高尚嘅基督徒，都係喺呢個旗幟下聚集。嗰班研究希伯來文同希臘文聖經嘅頂尖神學家，佢哋是但一個都勁過而家嗰班多多星，全部都係被稱為基要派，因為佢哋本質上就係堅持呢種信念。佢哋深信並且接納神嘅話語，聖經係完完整整、毫無瑕疵嘅。隨住時間過去，基要真理鬥爭派開始喺原本嗰班基要真理派入面出現。比起守護自己信奉嘅真道，佢哋似乎對攻擊人更加有興趣。佢哋好多人嘅行為根本唔入流，道德操守亦都好有問題。仲有喺自稱係基要真理派嘅人入面，出現咗好多唔同種類嘅宗教騙徒，利用嗰班渴慕神話語嘅人嚟當貨品咁賣，從中牟利一錢。講到呢度，你千祈唔好誤會我嘅意思，我係真正意義上嘅基要真理派。但係今日基要真理派呢個名號，基本上已經俾人淘汰咗啦。傳媒將呢個稱呼用嚟做誹謗同嘲笑人嘅標籤，仲將佢套用喺唔同團體或者宗教入面啲強硬派身上。好多信徒已經唔再自稱係基要真理派，轉而用更廣泛嘅福音派嚟代表自己。喺呢個新名號底下，混雜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對於嗰啲竭力為從前聖徒一次過交付嘅真道而企穩嘅信徒嚟講，呢個只係一個一網打盡嘅做法。今日我哋更加常用保守派呢個詞嚟形容嗰啲喺真道根基上企得穩嘅信徒。辨識背道。當我喺1930年開始投身傳道工作嗰陣，背道嘅問題好似仲係好遙遠。而家情況已經唔同啦。背道嘅風暴已經好似狂風暴雨咁爆發出嚟。雖然我唔係悲觀主義者，但我認為教會出現背道係唔應該令我哋感到意外嘅。喺我哋身處嘅呢個時代，我哋必須要有能力去面對佢，並且認清佢嘅本質。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並冇預期佢嘅教會最終會取得驚人嘅成功。佢真正講過嘅係：然而，人子嚟嘅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咩？路加福音18章8節。喺希臘文入面，信德呢個詞就係指信仰。呢種信仰係指由使徒傳落嚟嘅真理本體，而唔係指個人嘅信心。佢其實係指人所相信嘅，係成部聖經啟示嘅真理。佢會唔會喺世上揾得返仍然堅守真道嘅教會呢？呢個問題，如果用希臘文咁樣問，其實係預期緊一個否定嘅答案，而答案就係唔會。佢坦言，當佢返嚟嘅時候，佢唔會喺地上揾到仍然咁樣信守真道嘅教會。我當然知道耶穌呢度指嘅係佢將來返到地上建立國度嗰一日，但而家我哋正正就係活喺佢返嚟之前，開始走上背道之路嘅日子。所以，我哋必須要意識到呢一點，唔應該覺得驚訝。新約聖經入面嘅猶大書內容幾乎全部都係講緊教會有人嚟到反教嘅事。作者猶大喺書信嘅第4節已經開門見山咁講出佢嘅主題，因為有啲人偷偷地潛入嚟，佢哋係自古就注定受刑罰嘅，係一啲唔虔誠嘅人。作者猶大警告話，有啲人偷偷地混入咗教會。被定喺呢節經文嘅意思，係指呢啲事一早已經寫低咗。猶大話呢啲根本唔係乜嘢新鮮事，係自古就注定受刑罰嘅。我哋而家已經去到一個時代，連神學家都話神已經死咗。佢哋梗係會咁講啦，因為佢哋係一班唔虔誠嘅人，心入面根本就冇神。佢哋將我哋神嘅恩典變做放縱情慾嘅藉口，亦都唔承認獨一嘅主宰，即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一個更加容易理解嘅翻譯係，佢哋將我哋神嘅恩典變成公然放肆嘅情慾同荒淫。你睇，今日嘅分別在於，以前啲罪係暗中偷偷摸摸，但今日就係明目張膽。唔道德嘅行為已經大模大樣咁公開出現。我哋好多有代表性嘅基督教宗派傳道人，甚至話信徒通姦、講大話同偷嘢係完全可以接受嘅。佢哋已經將我哋神嘅恩典變成公然放肆嘅情慾同荒淫。
早幾年喺華盛頓特區，有一位傳道人係咁樣講：對我哋嚟講，基督係咪由童貞女所生，根本已經無關重要。我哋亦都唔想為咗呢個課題而大費周章。維珍尼亞州亞靈頓市有位傳道人係咁講：我哋已經唔再理會基督復活呢類瑣碎問題。如果話你哋班機要派想信呢啲胡說八道，我哋唔會反對。但係比起2000幾年前耶穌個墳墓係咪真係空嘅，我哋有更重要嘅道要去傳。另外，華盛頓特區有位主任牧師就更加直接，喺我哋宗派入面，嗰啲你哋所謂嘅老派信仰已經差唔多絕跡。當然，仲有幾個老牧師係死守住聖經嘅，但係喺我哋教派入面，嗰啲真正話事嘅後生仔，我諗唔到有邊個係相信靠耶穌基督得救，亦唔見得佢哋信任何你哋所定義嘅基要真理。另外仲有位教徒咁樣講：我哋最感興趣嘅係地球上人類嘅生活同命運。至於人死咗埋葬之後仲有冇來生，就唔係我哋想知或者理會嘅事。就算假設真係有位神存在，我哋都知道對於我哋嚟講，佢永遠只係一個謎。我哋唔知亦都唔想關心呢位神究竟有咩本性本質，佢好可能只係一種冰冷無情嘅能量。宗教就算有任何意義，都係微不足道。喺現代世界入面，宗教禮儀根本冇舉足輕重嘅地位。現代傳道者嘅功能係要引導有思維嘅人喺社會同經濟路線上落實。至於道德方面，就好似宗教移民咁，已經係過時又唔實用嘅嘢。當今世界需要一個新嘅社會秩序。如果我哋創造到一個冇無知、冇貧窮嘅新社會秩序，後生一代根本就唔需要咩道德或者禮教。我哋正朝住一個方向行，就係將祈禱完全由禮拜會入面刪走。間唔中我哋或者仲會留返少少祈禱，只係為咗討好嗰啲慣咗呢一套嘅人，因為禱告只係人以前嘅一種習慣。要教班教徒明白呢啲係舊時代迷信嘅殘餘，係需要時間嘅。我哋唔會教後生仔讀聖經，亦都唔會教佢哋祈禱。我哋嘅青少年事工主要係搞啲有益身心嘅活動。朋友，由而家開始，甚至過去一段日子，所謂嘅教會一直進行緊一項巨大嘅洗腦計劃，目的係要徹底擺脫神嘅話語。各位信徒，係時候由我哋現實生活嘅世界，一個已經遺忘咗神嘅世界入面醒覺過嚟啦。其實我哋正處於一個美好嘅時刻，我哋可以運用現代智慧，同時仍然相信神嘅話語，就係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降世為人，被釘死喺十字架上，死後第3日身體復活，之後升到高天之上，而且今日依然活着。呢位活着嘅耶穌基督已經差遣聖靈嚟到世上。而呢位聖靈亦會將耶穌基督嘅生命喺唔同人嘅生活當中真實咁呈現出嚟。呢個就係我哋所傳嘅道，而且喺現今呢個時代依然能夠滿足人心嘅需要。見到有人背棄聖經真理，我心入面真係好難過。我為呢啲背道嘅人感到沉痛，因為佢哋就好似喺黑暗入面迷失咗方向，冇咗羅盤，完全唔知自己要去邊。你有冇試過迷失方向嘅滋味呢？我以前成日去加州特哈查比山脈 Tehachapi Mountains 嗰頭打獵。有一次，我同朋友去海爾索谷 Kelso Valley 捉鵪鶉。我哋泊好車之後，行咗2-3英里，終於去到一個山頭，見到成群鵪鶉。我從來未見過咁多鵪鶉，大約有成200隻咁多。你諗下，我同朋友當時幾咁興奮。點知我個朋友因為太興奮，心臟負荷唔住，要返去架車度休息。但我當時仲未夠喉，就自己一個繼續追住嗰班四散嘅鵪鶉。不過當我追隨住啲雀仔嗰陣，我已經唔記得咗時間，亦都分唔到方向。突然之間，我發覺自己迷咗路，完全唔知應該行邊個方向。特哈查比山麓嗰帶非常崎嶇。我爬咗上其中一個山頭四圍望，睇下認唔認得啲乜嘢地標。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我望唔到任何山頭、樹木
或者任何我覺得熟口熟面嘅嘢。嗰種情況下，人係會覺得好驚，所以我急急腳開始行，肯定行咗有半個鐘。突然間，我感覺到自己係行錯咗方向，因為四周圍都好陌生。於是我轉身行返轉頭，希望可以見到啲熟悉嘅景物。冇指南針指引，又唔知自己喺邊，我驚到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嗰一刻我真係祈求神救我脫離嗰個險境。諗返起我曾經身處嗰個地方，我好明白世人喺呢個世界入面迷失，唔知自己要去邊，冇方向指示，冇地圖，乜都冇，係幾咁慘嘅事。我最終揾返條路返去泊車嗰度，我個朋友喺嗰度一邊等我，一邊食緊佢嘅午餐，好似完全冇事發生過咁。不過，我嘅朋友啊，今日世界上好多人都處於迷失嘅邊緣，而最悲劇嘅係，佢哋毀壞咗可以俾到方向指示嘅儀器，撕爛咗講俾佢哋知自己處境嘅地圖，搞到佢哋根本唔知要去邊。或者，迷失嗰個，正正就係你。係啊，我好高興話你知有呢本書，就係聖經。佢就好似一個指南針，又好似一張清清楚楚嘅地圖，話俾人知點樣行先啱。聖經清清楚楚咁啟示咗通往神嘅路。聖經入面，主耶穌講過：我係道路、真理、生命。若果唔係藉住我，就冇人可以去到父嗰度。約翰福音14章6節。好多喺呢個世上迷失咗嘅人，來到主耶穌面前，都發現呢句說話係真嘅。就算喺而家呢個背道邪惡嘅世代，你一樣可以發現呢個係事實。信徒可以做到啲咩呢？親愛嘅弟兄姊妹，你哋要喺至聖嘅真道上建立自己，喺聖靈入面祈禱，保守自己常喺神嘅愛入面，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直到永生。有人心存懷疑，你哋要憐憫佢哋；有人你哋要將佢哋從火入面搶救出嚟；仲有人你哋要存住懼怕嘅心去憐憫，連嗰件被情慾沾染嘅衫都要厭惡。嗰位能夠保守你哋唔失腳，叫你哋無瑕無疵，歡歡喜喜咁企喺佢榮耀面前嘅，就係我哋嘅救主，獨一嘅神。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藉住我哋主耶穌基督歸俾佢，從萬古之前，同埋而家，直到永永遠遠。阿門。猶大書20至25節。其實猶大寫呢封信嗰陣，本來係想同班信徒講一啲關於我哋共同得救嘅教義。我可以想象，佢原本可能係想寫關於悔改、救贖、成聖，甚至係基督再臨呢啲教導。但係聖靈帶領佢轉咗個彎，要佢寫關於即將出現嘅背道情況，仲用咗一啲好得人驚嘅字眼去形容。我覺得早期教會嘅信徒讀到呢封猶大書嗰陣，應該好難相信教會竟然會出現呢種背道嘅日子。你要知，背道唔係指教會出面嘅事。對神嘅話語、對耶穌基督嘅信心，以至對屬靈教會最嚴厲嘅攻擊，教會往往都係來自教會內部，比起我哋講仲要有效得多。你唔會見到對屬靈教會最大嘅攻擊係嚟自公眾論壇嘅評論員。好可惜，聖經每個星期日朝早喺全美國各地嘅教會入面，都俾人扭曲原意，抹黑晒。霍拉蒂烏斯、博納爾 （Horatius Bonar） 係一位以前好偉大嘅聖徒。佢根據聖經猶大書發表過呢個聲明：喺某啲時代，邪惡好似瞓咗覺咁，但喺末世嘅日子，佢會充滿活力咁醒返，仲會奪取所有工具、傳媒、講道台同埋世界舞台。去到今日，邪惡已經佔據晒傳媒、講道台同埋世界舞台。霍拉蒂烏斯博納爾 （Horatius Bonar） 進一步宣稱，他會利用所有科學同藝術，例如音樂、雕塑、繪畫、肖像、哲學等等，令呢啲事物嘅發展全部服從於佢。罪案增加、目無法紀、褻瀆神聖，呢啲全部都係邪惡力量嘅徵兆。呢啲正正係今日朝早新聞充斥住嘅內容。我根本唔使詳細列舉當今社會發生緊幾多令人作嘔嘅事。總括嚟講，我哋正處於背道離教嘅日子。每次我搭飛機，特別係飛過海面上空嗰陣，最令我坐立難安嘅
就係航班入面播嗰段關於如果飛機要喺海上迫降時，乘客應該點樣應對嘅長篇指示。正如你所知，空中服務員會透過示範嚟話俾乘客知點樣做。我曾經同做機師嘅朋友信過呢類廣播，佢同我講，如果你唔跟佢哋指示做，你喺空難入面一定冇命，但如果你肯跟住做，你就有機會生還。聖經猶大書亦都俾咗信徒呢類指示，詳細咁話俾神嘅子民知，當教會出現離經叛道嘅情況時，可以做邊7件事。我哋而家正係飛緊入危險地帶，講句真心話，如果我哋想喺呢個時代全身而退，呢啲指示就係我哋必須要跟隨嘅航道。猶大書由第20節開始講，親愛嘅弟兄啊，你們卻要。喺呢句之前，作者猶大一直都喺度描寫緊離經叛道嘅情況。仲有，你可以信我，佢畫出咗一幅好黑暗嘅畫面。但去到第20節呢度，佢係對住班信徒講嘅，即係話，親愛嘅弟兄啊，你哋要咁樣做。第一，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真道呢個詞就係指神嘅話語帶俾我哋嘅成套真理。當第一個教會出現嗰陣，佢哋都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使徒行傳2章42節，嗰樣就係由神嘅話語而嚟嘅整體真理。如果我哋想企得穩，就必須喺真道上好好建立自己。換句話講，即係要研讀神嘅話語。既然神俾我哋嘅聖經有66卷書，佢嘅意思就係要我哋去查考、研讀晒嗰66卷書，而唔係僅僅得嗰2-3卷我哋中意嘅書。有唔少教會嘅聖經班，來來去去都係重複咁教約翰福音同羅馬書呢2卷書，最多都係偶然教下啟示錄。咁聖經其餘嗰63卷書又點呢？點解我哋唔去研讀晒全部書卷呢？朋友，如果你想將自己嘅人生建立喺至聖嘅真道上面，你就需要神整全嘅話語。你係唔可能喺冇根基嘅情況下起屋。當你確定咗你嘅根基之後，你需要喺上面築起架構去支撐屋頂，安裝牆壁，當然仲要將入面嘅間隔修整好。朋友，如果你想將自己嘅人生建立喺至聖嘅真道上面，你就需要認識聖經全部66卷書。使徒保羅同使徒彼得一樣，都好鼓勵我哋去查考研讀神嘅話語。使徒保羅喺佢臨終之前曾經寫過，你當竭力喺神面前得蒙喜悅，做個無愧嘅工人，按着正義分解真理嘅道。提摩太後書2章15節，我哋應該竭力研讀聖經。而且保羅仲補充話，聖經都係神所默示嘅，喺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方面，通通都有益。提摩太後書3章16節，換句話講，你同我呢個時代所擁有嘅資源，就係神嘅話語，聖經。好多信徒被擱置埋一邊，變得無用，原因係真理嘅種子撒喺佢地心入面，就好似落喺石頭地上面咁，道種根本冇深深扎根。神嘅話語就係道種，除非你肯去鑽研神全部嘅話語，令呢啲種子深入你心靈嘅田土，否則你永遠都唔會成為神健壯嘅栽種。話咁快，你就好容易被風雨吹襲到支離破碎，又或者被烈日曬到煙曬。如果你想喺呢啲日子昂然站立，你就一定要將根基扎喺神嘅話語上面。我嘅朋友，唔好以為自己識得耍弄1-2句聖經，就當自己已經喺真道上面建立好自己。曾經描述過教會離經叛道嘅使徒彼得係咁樣講嘅：我哋有先知更確嘅預言，就好似燈照喺暗處。你哋喺呢個預言上面留意，直等到天發光，神星喺你地心入面出現嘅時候，咁樣先至係好嘅。第一要緊嘅係要知道經上所有嘅預言都唔係可以隨私意去解讀嘅。彼得後書1章19至20節。今日教會查考聖經嘅悲劇，就係習慣咗將聖經入面唔同地方嘅經文東拼西湊，整成一套系統嚟學。點解唔試下由頭到尾咁樣學呢？可以肯定話你知，
神嘅話語一定有啲部分係你唔中意、唔順意嘅。佢可能會得罪你，甚至同你認同嘅當代思想大相徑庭。但係為咗令你喺至聖嘅真道上建立自己，呢啲神嘅話語係必要嘅。換句話說，當你處於呢個背道嘅時代，為我哋指引方向同航線嘅儀器，就係神嘅話語。呢個正正係點解我一直將傳揚主道嘅事工，完全建立喺教導神嘅全備話語之上嘅原因。我相信呢個係我哋唯一嘅希望。雖然喺呢個咁背道嘅日子，我卻見到大家對神嘅話語有一種極大嘅渴求。喺呢個充滿不安嘅時刻，人人都想從神嗰度得到更真實嘅話語，佢哋好想知道神究竟講緊啲乜。教會喺上個世紀、20世紀初期，曾經出現過一種唔再去傳講同教導整本聖經嘅風氣。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成日返教會，但到頭來咩都唔知。雖然我有返教會，但我依然係咩都唔知。因為教會嗰陣根本冇傳講神嘅話語、聖經。嗰啲所謂嘅主日崇拜，往往都係建立喺情感或者書刊評論上面，又或者只係為咗滿足娛樂嘅需要。結果就係，我哋美國形成咗一種聖經文盲嘅基督教文化。相比之下，以前宗教改革之後嘅德國，普羅大眾比起今日美國嘅一般人，反而更加熟悉神嘅話語。最可悲嘅係，連信徒對聖經都係一竅不通。喺呢個背道嘅時代，神嘅子民唔應該只係口講相信聖經由頭到尾都係神嘅話語，佢哋更加需要從頭到尾真正通曉呢本神嘅話語。喺呢個混亂同埋妥協嘅時代，你必須要認真研讀查考神嘅話語，喺至聖嘅真道上建立自己。等我提醒你，聖經係獨一無二嘅。其他書根本冇得比。聖經係上帝藉住唔同人嘅性格寫成，但係喺上帝嘅引導之下，寫出嚟嘅內容係完全一致嘅，令到上帝傳達俾我哋嘅信息係毫無差錯。聖經唔單止係真確無誤，更加係大有能力。使徒保羅寫俾帖撒羅尼迦教會嘅書信入面就咁樣講：因為我哋傳福音俾你哋，唔單止係喺言語上，亦都係喺權能同聖靈以及充足嘅信心上，正如你哋知道，我哋喺你哋嗰度，為咗你哋嘅緣故係點樣做人。帖撒羅尼迦前書1章5節。聖經對願意靜心傾聽嘅人係有信息嘅，呢個信息可以令聽到嘅人心意更新，生命改變。神嘅話語唔單止係俾我哋指引方向嘅導航儀同航線圖，更加係我哋嘅動力來源。我嘅朋友，你唔可以對聖經一無所知，就咁過你嘅基督徒人生。第二，喺聖靈裏面禱告。喺聖靈裏面禱告呢個指示，同你平時慣咗做嘅晚禱有啲唔同。使徒保羅喺寫俾以弗所教會嘅信入面，勸誡佢哋要穿戴神嘅全副軍裝。呢套軍裝除咗2件裝備係屬於攻擊性之外，其餘全部都係防衛性嘅。聖靈嘅寶劍就係神嘅道，係一件攻擊性嘅武器。另一件進攻嘅武器就係靠住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以弗所書6章17至18節，正正係呢種禱告，先至會觸動到神嘅寶座，亦都係呢類祈求，先至可以喺神嗰度有所得着。喺我早期傳道嗰陣，我曾經有個諗法，覺得教會嘅祈禱會一定要多人參加先得。但我而家已經唔再咁諗啦。如果你有10個人嚟參加祈禱會，但佢哋個個靈性都係分沉嘅，我可以話你知，呢個根本唔係一個有效嘅祈禱會。就算你將人數加到100幾人，如果嗰90幾個新加入嚟嘅都係靈性遲鈍嘅人，咁你個祈禱會只不過係由10個靈性死寂嘅人變咗做100個靈性死寂嘅人啫，根本冇分別。我哋需要屬神嘅人願意喺聖靈入面求告神。我哋需要嗰種可以上達天庭、觸動神心弦嘅禱告，即係神會垂聽嘅祈求。我好仰慕聖經但以理書第9章入面，先知但以理嘅禱告，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我向耶和華，我嘅神祈禱認罪。但以理書9章3至4節。嗰陣時，
神即刻差派咗一位天使去回應但以理嘅祈求。我估神當時係咁樣吩咐天使：你落去回應佢嘅祈求啦。但係我要喺呢度仔細聽佢嘅呼求。但以理隨後嘅禱告，正正就係觸動咗神嘅心弦。你有冇睇過馬丁路德嘅禱告文？真係㗎，佢禱告嗰陣，就好似向住天庭嘅城牆衝鋒陷陣咁。我哋今日好少聽到呢種禱告啦，但正正係呢種禱告，徹底改變咗歐洲大陸嗰種喺聖靈入面嘅祈禱懇求。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應該禱告啲咩。容許我同你坦白講，喺我呢世人入面，我遇過無數我係解決唔到嘅困難。我以前成日都好主動咁建議主耶穌，話佢應該點樣解決我呢啲困難先係最好。但我而家已經學識咗，與其帶住一個所謂全盤嘅計劃去揾主耶穌，然後話主啊，你睇下呢個係你應該跟住嘅程序，我而家更傾向於講主啊，我唔知呢啲困難點樣解決，但你係知嘅。如果我哋要得到正確嘅答案，答案一定係由你嗰度嚟。所以我哋將人生嘅問題掟反轉頭，我係好虔誠咁講，放返喺神嘅膝下。呢樣就係神想要嘅嘢。幾年前，委內瑞拉有一位宣教士寄咗張小卡片俾我，上面寫住禱告嘅定義。禱告就係聖靈喺信徒入面訴說，藉住基督耶穌上達於父神。朋友，呢個係一個好出色嘅禱告定義。喺聖靈入面祈禱懇求，意思就係俾神嘅靈嚟帶領同引導我哋禱告嘅人生。有好多人會咁講，我為某件事祈求神，但係冇得到想要嘅答案。呢樣嘢應該話到俾你知啲嘢，你根本就唔係按住神嘅旨意嚟祈求。我個孫都會去要求啲遠超乎任何細路唔應該擁有嘅嘢。有時我會帶佢去鋪頭，佢見到乜嘢都想要，根本唔係佢應該有嘅嘢。嗰陣我就諗起自己，天啊，原來我平時祈禱就係咁樣，好似個幼稚嘅細路咁，同神講，主啊，求你俾呢樣我，又求你俾嗰樣我，但係佢冇照我咁樣做。點解呢？因為我根本唔係喺聖靈入面祈禱。喺呢個時代，點解仲唔識得將自己信服交託俾神呢？喺呢個背離真道嘅日子，我哋真係需要喺聖靈入面祈禱祈求主。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呢句經文嘅精確含義好重要。作者猶大並唔係話我哋要做啲乜嘢去換取神嘅愛。你本身已經喺神嘅愛入面，只要讓自己繼續住喺嗰度就得啦。朋友，你係做唔到任何嘢去換取神嘅愛，亦都阻止唔到神嘅愛臨到你身上。記得聖經福音書入面，嗰位年輕又富有嘅官嚟問耶穌，想知自己要做啲咩先可以承受永生。經文係咁樣話我哋知。耶穌望住佢，就愛佢，對佢話：你仲缺少一樣嘢，去變賣你所有嘅，分俾窮人，就必有財寶喺天上。你仲要嚟跟從我。佢聽到呢番話，塊面即刻變晒色，好憂愁咁走咗，因為佢嘅產業好多。馬可福音10章21至22節，呢位年輕人雖然轉身離開耶穌，但主耶穌依然係愛佢。各位信徒，神係愛你哋嘅。喺整卷猶大書入面，猶大都稱呼信徒做親愛嘅弟兄。呢樣唔代表係猶大本人愛佢哋，或者佢哋愛猶大，而係代表佢哋全部都係被神所愛。你阻止唔到神愛你，但你係可以拒絕佢呢份愛。我今日身處嘅地方陽光好燦爛，呢度係加州好靚嘅一日。我阻止唔到陽光照落嚟，但我可以令陽光照唔到我，因為我喺間屋入面。你係有可能用罪或者冷漠呢個屋頂將自己遮住。你可以離開父神嘅旨意，搞到你人生感受唔到佢愛嘅溫暖，但你係阻止唔到佢愛你。所以作者猶大其實係話，要常將自己置身於神愛嘅陽光之下，要令主嘅愛充滿你嘅心靈同生命。喺呢個離道反教嘅時代，呢樣嘢係好有需要嘅。今日有好多人正經歷緊嚴峻嘅考驗，可能你都係其中之一。
我識一個蒙主呼召嘅基督徒家庭，佢哋承受緊超越自己能力範圍嘅苦難。嗰位父親同我講，如果唔係因為我相信主耶穌愛我到底，我一早已經放棄晒所有嘢，唔再侍奉啦。但佢同佢一家並冇放棄侍奉主耶穌，因為佢將自己保守喺神嘅愛入面。喺呢個離道反教嘅時代，你同我係幾咁需要將自己保守喺神愛嘅光明同溫暖之中啊！第四，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直到永生。所謂天父嘅憐憫，就係佢對你嘅關心同關懷。正因為佢嘅憐憫，佢先可以拯救你。天父擁有豐豐富富、充充足足嘅憐憫，我哋需要從佢嗰度得到一切嘅憐憫，亦都係因為佢嘅憐憫，佢先至容忍我哋到今日。我深信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呢句說話，係指基督為佢嘅教會再臨嗰一日，即係我哋所講嘅教會被提。我相信基督耶穌嘅教會係唔會經歷大災難嘅，因為聖經話要我哋仰望憐憫，而唔係期盼審判。我並唔係喺度等候大災難嘅審判，我係喺度期盼神嘅憐憫。當初神拯救我嘅時候，係出於佢嘅憐憫。神一直扶持住我，呢個事實本身就係佢憐恤我嘅明證。有一日，佢會帶佢嘅教會離開呢個世界。信唔信由你，到時我都會跟住離開，而我之所以能夠離開，全因佢嘅憐憫。如果你喺萬年之後嘅永恆入面遇見我，發現我仲喺天家，因為我一定會去嗰度。我而家話你知嘅嘢，到時亦都會係我話你知嘅。我已經住喺天家幾千萬年啦，一切都係因為神憐憫我。我親愛嘅朋友，喺呢個充滿離道反教、失敗、妥協同失意嘅時代，我哋教會必須要時刻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直到永生。第五，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我哋依家嚟到一個要警覺嘅地方，請容許我將翻譯稍微講得清晰啲。有啲係存有疑心嘅人，你我哋要對佢哋有憐憫同情嘅心。今日有好多誠實無偽嘅正人君子，佢哋確實係有自己嘅疑惑。我哋需要對佢哋有耐性。好多年前喺我哋晚間嘅聖經研讀班入面，有一位女士連續6個星期，每堂落堂之後都嚟揾我問問題。我開始懷疑佢係咪想設陷阱或者呃我。坦白講，我對佢開始有啲唔耐煩。好在我哋教區有一位會友一直都陪住佢。有一次夜晚，我好尖酸咁樣回應咗呢位女士嘅提問，搞到佢即刻轉身走咗。陪住佢嗰位女會友就過嚟同我講：麥基博士，你俾啲耐性佢啦。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女性，幾乎試過晒所有唔同種類嘅異端邪教，所以佢自己都好迷茫。但而家佢正係想試下走出呢種混亂。請你耐心咁對待佢啦。所以自嗰次之後，我好用心盡我所能去回答佢好多嘅疑問。就咁過咗3個幾月，佢就信主，接受咗基督做佢個人嘅救主。後來我收到佢一封寫得好優美嘅信，同我講主耶穌係點樣一路帶領住佢。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對神嘅話語充滿疑惑嘅時代，亦都唔好忘記，我哋正處於離道反教嘅日子。雖然現今教會各大宗派嘅信條依然係源自聖經純全嘅真理，佢哋喺某些方面略有差異，但喺重大嘅基礎上就冇太大分別。但教會內部已經俾嗰啲完全拒絕基要信仰嘅人霸佔咗，所以對呢啲教會入面想信主嘅男女，我哋最好保持耐性。第6，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呢班人係我哋斷定為無藥可救嘅罪人，喺我哋睇嚟，係嗰啲冇人可以去向佢哋傳道嘅人。我成日對嗰啲透過電台廣播而信主嘅人感到驚訝。老實講，有啲人我一早已經放棄咗，唔覺得佢哋會因為聽聖經廣播而信耶穌基督。朋友，話你知，其實你身邊就有一啲人，你係可以將佢哋由火入面救返出嚟嘅。呢件事係幾咁偉大。如果間屋火燭，有人困住咗，
你一定會出盡奶力去救佢。試諗下，你身邊有人正行緊去滅亡嘅路上，你絕對有機會向呢類人傳福音。我唔係話你要向所有呢啲火中人傳福音，亦唔係叫你衝出街見人就派傳單。但我相信，對於一啲你覺得無可能得救嘅人，你係有機會向佢哋傳福音嘅。或者你係唯一仲同佢哋有聯絡嘅人，佢哋永遠都唔會聽我呢個老傳道人講道，但佢哋會聽你講，因為佢哋對你有幾分尊重同信任。不過，你仲未同佢哋講過呢位拯救你嘅主基督耶穌。喺呢個離道反教嘅時代，我哋好需要好似你呢類為主作見證嘅信徒。第七，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喺呢節經文入面，情慾呢個詞唔一定淨係指放蕩嘅嘢，雖然呢個詞亦都包含呢個意思。情慾指嘅係我哋每個人與生俱來嘅罪性。今日好多人都係藝術或者音樂愛好者，一般有修養嘅人，永遠都唔會去搶劫或者做啲缺德事。但係如果呢啲人冇耶穌基督，依然係迷失嘅人，沉淪喺情慾入面，同走鬼冇分別。喺神眼中，佢哋嘅處境就係迷失。神話，因為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羅馬書3章23節，所有人都屬於呢一類。你同我都應該厭惡嗰件被情慾弄污咗嘅衫。容許我唔客氣咁講一句，該傲係屬肉體嘅，流言蜚語係屬肉體嘅，嚴苛責難都係屬肉體嘅。而喺我哋教會入面，呢類屬肉體嘅情慾簡直多不勝數。好多教會入面嘅人，嗰種裝出嚟嘅虔誠靈性，其實係屬肉體，而唔係屬靈嘅。況且使徒保羅，一個由嚴謹嘅法利賽人轉信基督耶穌嘅人，都曾經講過：我真係苦啊！邊個可以救我脫離呢個取死嘅身體呢？羅馬書7章24節，呢句唔係一個未得救嘅人喺度求救，而係一個已經得救嘅人見到自己生命入面屬肉體嘅醜惡而發出嘅哀號。任何出自忽農麥基肉體嘅嘢，神都係恨惡嘅。無論一個人幾咁虔誠，幾咁道貌岸然，或者當中引用咗幾多聖經，只要係屬於或者出自肉體，神都係恨惡。唯有係聖靈透過我哋產生出嚟嘅嘢，神先至可以用。我哋應該學識去厭惡自己嗰啲被情慾沾染嘅衣服。傳道人德懷特、萊曼、穆迪 （Dwight Lyman Moody） 曾經講過：我睇呢個世界就似一隻已經撞咗礁、穿咗窿嘅船咁，佢就快完全沉沒嘅日子係越來越近。神同我講：穆迪，呢度有一隻救生艇，喺災難嚟臨之前，盡你所能去救多啲人啦。喺葛培理嘅佈道事工出現之前，穆迪搶救嘅靈魂比任何人都多，佢令到嗰啲原本會滅亡落地獄嘅人減少咗超過20萬咁多。我嘅朋友，如果神可以咁樣用穆迪，喺呢個離道反教嘅時代，佢一樣可以用你同埋用我。聖經入面呢卷細細嘅猶大書，係以一個榮耀嘅頌讚作結。嗰位能夠保守你哋唔跌倒，令你哋無瑕無疵，歡歡喜喜咁站在佢榮耀面前嘅，就係我哋嘅救主，獨一嘅神。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藉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歸俾佢，從萬古以前，以至而家，直到永永遠遠。阿門。猶大書24至25節。多謝大家參與，歡迎你哋。如果